民国41年哦，那个时期的台湾政府刚拨迁来台湾，哎，你看41年，8月的报纸，38年12月，国民政府才从大陆拨迁来台北，41扣掉38，应该是3，但是才8月份而已，所以连3年都不到呢。你看，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流行，就是推动反攻大陆啊。你看，连那个唱歌都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。然后你看那猜拳歌哦，猜拳歌也是要那个什么反攻大陆的。你看，一只总头就是手指头，换一军啊，换一单，这里单这里双，一单。共毁卖杂的江山，希望大家善讨叹。台语就是那个赚钱叫特叹，擅长于赚钱的叫讨叹。打回大陆无为难，对吗？二只总头两双好，共毁沙杂的同胞，实在欺侮到。那台语就是讲欺侮到，要是欺人太甚了。软到为连头车哦，挂人伫我尾个含头壳个讲哦，卡啦，卡物件咧敲，卡无去卡敲，靠三支镜头换3星，3只总头换3星，大陆同胞最可怜。反攻解救最要紧，是要活捉史达林。活捉史达林，苏俄的领袖的史达林呢，苏联的领袖呢，史达林。你看那个，如果是押韵的话，恩连是安，不是恩啊，锦恩、林恩，所以不完全有押韵啊。4只总头换4红。军民合作是应当，训练擒拿猪毛党，加强今年大反攻。民国41年8月的报纸，你看有这个猜拳歌，他这个不晓得传多久了。大陆沦陷呢，38年12月，那就是要进行反攻大陆的任务了。五只总头无快用，无地用就无处用了哈。无地用就安尼，这应该用台语念咯。使猪毛匪闹和平，此次反攻引得胜，四海有名中国兵。6只总头换6连，应该是连长的连了。7只总头换7彩。大陆同胞快悲哀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台语念的了。大陆同胞的悲哀啊，就是说大陆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、悲哀的情形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，很悲哀啊，快悲哀，台语的悲哀，一块一块嘛，一块一块，一块一块。大陆同胞的悲哀嘛。就是说，大陆同胞正陷在水深火热、痛苦中的环境中被关在铁幕了，被共产党统治嘛。解救同胞出苦海，迎开太阳线出来。8只总头换8仙了，全达共毁替苏联，金气粮草准备变了准备什么变？准备变了台语念啊，准备变，准备好了嘛那什么字啊？斩斩要出毛斩呢？斩死猪毛做烟肠，烟肠的台语的烟钱，烟肠烟钱就是香肠啊。香肠你知道吗？用鸡的还是鸭的肠子灌那个
灌那个肉，灌那个香料的，用火烤，切一片一片的，加蒜头那个。吃素的不能吃那个肉，不能吃蒜头、葱酒、蒜、泄气都不能，5分都不能吃。现在要推动素食防疫防新冠肺炎，帮助环保，救地球。人家英国人增加300多万人吃素了，台湾吃素了这么多，推动那么久了，推行那么久了，也有300多万人吃素了。2020年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了，不过因为新冠肺炎延期到7月下旬到8月初举办。有一次看到那个得金牌最多的是英国的，英国的得金牌最多的，后来不晓得有没有变。台湾的打羽毛球双打了，也有得到金牌的，举重也有得到金牌的。打羽毛球的戴资颖嘛，得到银牌的还有其他的表演的，还有得到银牌吧。男子体操好像也有得到银牌，很优秀的也很多。高级镜头换9只总头换快到，反攻任务砸肩头，共匪遁地也难走，也无处走。这里不晓得是什么。陆海空军事面包，10只总头换总开引导反攻蒋总裁，应该是裁现在应该是衣服的衣，打倒苏俄猪毛派，欢迎3军荣归来，无出总头换对，苏俄共匪做乌龟，那个提到做乌龟呢。不通用台语念母汤，就是不可以的意思啊。勿听这个应该不是餐厅的厅，应该是视听教育的听，听声音的听才对，这个多一点一横一撇也不对。不通勿听，尖回嘴吧，将来无所通可归，这用台语念，用台语念，无所通可归就是无归家之路了，无归处了，吴作耻，是这个人的名叫吴作耻吗？柱呢，总头就是指头，手指头。民国41年的。什么报纸的读者园地中国中央交通农民4大银行但是这个是报纸，到底是什么报不清楚。